志主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教会年的倒数第2个礼拜，下个主日就是教会的年终。主啊，恩待我们，从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1年之中，在我们生命岁数之中，我们怎么样来面对你交账。求主透过今天的经文，教导我们成为一个有责任的人。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弟兄姐妹平安。那个下主日就是基督普世君王节，就是教会年历的最后一个主日。然后我们上主日跟这个主日，我们都提到我们要面对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基督作为君王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有什么态度？上礼拜是灯跟油，就10个伴娘拿着灯跟油的比喻。这个比喻是教导我们要有信心，也要有行为，这2个互相配合，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只有信而没有行为，只有思想意念而没有行动，这不是真的基督徒。然后这个礼拜我们要谈的是他连得的比喻。今天那个他连得比喻跟上主日是互相补充的，提到我们在具体的生活中怎么样善用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恩典，然后呢去发掘我们的恩赐，去发挥我们的恩赐，发展我们的恩赐，成为福星，使许多人因为我们蒙福。好，今天的那个我们的圣经的翻译是翻作5000银子、2000银子跟1000银子，可是希腊文的圣经是1他连得，5他连得、2他连得跟1他连得。他连得的希腊文以后转换成英文的 talent， 我们就知道是恩赐才干。所以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的币制里面最大的。你们知道那个新加坡币啊，跟台湾是1:20嘛？新加坡币面额最高的是多少？50万，一张面额就50万新台币。那是什么时候发行的？是为了印尼在排华的时候，专门给华人的发行的，用黄金来换。所以他们只要50万，只要带4张就多少？200万，200万再乘以20，4000万了。有时候4000万只有4张纸而已。然后那个最高的单位叫做 talent， 他连得。他连得刚好等于罗马一个正常工人的16年的薪水。如果我们现在换一个月，假如3万5好了，大概800万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，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、恩赐、才干，去建设天国是很丰富的。即使那个领1他连得的人，其实他就拥有800万等于100万的8倍，就是8桶金了，就让他去做。那5000两银子的，5他连得的就4000万。一个人初工作就给他4000万做资本，是蛮大的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经文。这个经文可以分成2个段落，一个是14节到18节，第一个单元，然后过来是19节到30节，第2个单元。第一个单元都有提到每个仆人都领受了他连得，而且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跟恩赐。然后呢，他们数目不同，而这3个人呢，他们的态度也不一样。那5个他连得的立刻赚了5个，得2个的也赚了2个。他们都按照自己的能力努力工作，善于经营，所以他们都有双倍的利润。双倍的利润的意思是不是他们自己能够糊口，也能够养家，也能够更多的容神益人。这个观念啊，犹太人到现在还有这种观念。犹太人认为孩子要教养的时候，先教他你要糊口、独立、营生。第2个，你要负起家庭的责任，
以后你要养家，不是只有光你糊口而已，你负起的家庭责任以外，你要负起我们的会堂。犹太人很注重会堂，就是负起教会的责任，再过来负起整个社会的责任。所以这个观念好。第16节就强调那个领5个他连得的人非常积极，态度积极，就随即去做。好，所以这个比喻里面的主人就是主的主耶稣，他第一次来到世上，经过了他的苦难、死亡、赎罪以后，他赐下白白的恩典，他升天了去了，就把什么？把圣灵赏赐给我们，圣灵随己意给我们各样的恩赐。然后耶稣基督还要再来，他第2次再来就是要来审判世人。可是圣经上没有说耶稣多久会来，所以叫我们耐心等候，就是在主耶稣来之前，怎么样去经营我们的人生，也是在我们死亡之前，怎么样成为一个活着荣神益人的人。好，我们来看第2单元。第2单元是主人回来以后，结果前2位仆人都得到奖赏。然后呢，5个他连得的得了5个，2个他连得2个。所以那个主人说：“来，请你进来享受主人的福乐。”福乐我们就知道说，意思就是你要将来与我一同坐在天国的宴席，享受无比的丰富。然后主人说：“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。”如果我们从上下文，我们就知道，从圣经整个观念是，我们将来进天国的时候，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酸痛，不再有痛苦，不再有哀伤。那时候变成荣耀的身体，荣耀身体的时候，要与主一同吃喝喜乐。吃喝喜乐完了以后呢，主耶稣基督还要我们与他一同作王，管理这个世界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世上所做的，很像什么？很像是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，给我们实习，派我们去管理一个小小的实习工厂。然后呢，管理好了以后呢，毕业后给我们进入一个更大的产业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，上帝给那些在世上认真工作的人，善于经营他的人生，意思就是对他的家庭经营得很好，在教会团契服侍得很好，在这个社会好的人呢，上帝的赏报是恩上加恩，乐上加乐，荣上加荣。你领受的是恩典嘛？那这个恩典呢，上帝没有给你收回嘛？你5个他连得的，你赚了10个以后，10个都给你嘛？了解吗？有人说哇，好像一个那个建设公司老板，他跟他3个孩子说：“你们呢，每一个人给你分配一个土地，然后给你所有资金，把房子盖得好，尽善尽美。你盖得多好，我都愿意接受。”结果孩子盖好了以后，有的偷工减料有的什么乱七八糟，有的什么，结果最后说：“这就是你们3个孩子的产业。”哇！每个人后悔，哎呀，我早知道，千金难买早知道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主人呢夺回了主人对第3个仆人，只有1个他连得的埋藏起来的人，觉得这是最安全的保管方式的。结果主人骂他是又懒又恶，然后把他赶出去。我在这里，我们来介绍一个名词我们基督教常常有些名词都混淆。我上次有讲过那个爱自己跟舍己的分别了。现在我们来讲一个名词，叫做隐藏跟埋藏。埋藏是上帝给我恩赐，我就一直说我不会，我不行，我不能，对不对？结果上帝就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就，你果然不行，不能，不会，就是这个叫埋藏，该用的那个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有牧者或者我们的执事找你服侍的时候，你应该说：“谢谢你，承蒙你看得起，我乐意服侍。”用这种态度了。当年蒋经国先生问了12个人，说：“你可不可以到台北市来当市长？”结果每一个都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可以，还早，太年轻。”结果问了一个很年轻的35岁的屏东县的县长，叫做什么？张丰旭。张丰旭问他的时候，张丰旭马上说：“
谢谢院长提拔，全力以赴，谢谢院长提拔，全力以赴。结果爆出来是张丰旭，了解吗？其他那些党国大佬捶胸啊，当然不，你都不敢担当，不敢承担，所以这一个圣经在告诉我们，勇于承担。所以有人找我做什么服饰哦，我几乎只要我时间许可，我几乎都接受挑战。除了音乐以外，我音乐真的五音不全。我还被请去国外发表论文，你知道吗？论文写出来以后，我读了以后，那外国人都听不懂，他看字都看得懂，但是读得不懂，我才知道我的发音太可怕了。我也帮人家帮人家证婚过，帮老外证婚，结果我跟他练的时候，他都听不懂。听完了以后，他才练，结果练出来跟我不一样，内容一样，但是发音不一样。我才知道我以前一点都不会连音呐，才很惨。这个，但是呢，你敢挑战我，我就敢做，除非我做的不好，你下次就不让我做嘛，对不对？他就是接受这种挑战。好，那这段经文我们一了解了以后，我们开始怎么反省，怎么应用。那个我刚才这个埋藏啊、隐藏是不一样的，搞错了。很多人说我要隐藏，对不对？上帝要我做隐藏的功夫，隐藏是隐藏在上帝的翅膀下，那是一个形容词，是指着我这个人的服事，不是靠着我的能力，靠着我的智慧才干，是我向上帝求智慧，向上帝求能力，向上帝求恩典的意思了。然后呢，求了以后就大量发挥了。隐藏的目的就是要出来服侍。第二个是隐藏上帝的荣光中，就是我的服侍是为了荣神益人呐，不是为了我的贪图虚名呐。那个圣经上说加拉太书第5章啊，对不对？讲到那个圣灵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然后讲完了以后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你们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”那个隐藏在神的荣光中啊，不是炫耀自己啦。每次做完了以后说：“牧师我怎么样？不错，对不对？”然后呢，牧师如果不赞赏，他说：“你看不起我啊！你都赞赏他，不赞赏我。”不是这个，隐藏在神的翅膀下，靠着神的恩典来服侍。隐藏在神的荣光中，是这个意思。埋藏就是不用，这个是很糟糕的。所以我们应该大胆的说 ：“Here I stand， 我就在这里，主啊，请差遣我。”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反省关于他连得的比喻，跟那个种子的比喻。来，马可福音第4章26节说：“上帝的国如同人把种子撒在地里。”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种子就发芽见长，人却不知道怎么样。很多人都说：“弟兄啊，牧师啊，你不要跑在神的前面啊，你要等候神。”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？对不对？你不要做了，你就祷告就好了啦。上帝知道会兴起来做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上帝呢会从石头兴起亚伯兰的子孙。劝我不要做。你就是祷告就好了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有啦，不要做啦，做什么？你看神的国伟大的能力，可是呢，他连得却告诉我们要积极努力、企划发展。这话怎么这样子？原来这2个比喻啊，圣经福音书中天国的比喻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讲，要互相补充、互相解释，才不会以偏概全。他连得的比喻是在耶路撒冷讲的，是耶稣基督讲到世界的末了，人将受审判，所以他连得的比喻被称为天国完成的比喻。好，那这2个比喻怎么看呢？原来这是一体的两面。上帝的救恩计划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怜悯，不是人的功劳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宣讲真理，然后透过耶稣基督的行善、赐下行动，赐下启示。所以我们借着耶稣的宣讲，跟借着耶稣道成肉身，我们认识了上帝是谁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父上帝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
将它表明出来。哦，认识耶稣就是认识上帝，就是认识父。然后借着耶稣的死亡复活，赐下救赎啊，这是白白的恩典。所以，这就种子埋在地里，发芽生长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，对不对？耶稣怎么复活的，你没办法知道。啊，你为什么会被感动信主？啊，别人就不会信主。啊，同样兄弟姐妹同样听，这是上帝的奥秘。所以我们要谦虚的承认自己无能，颂赞上帝的仁慈。但是，面对天国的喜讯，我们要积极的回应，实际的参与。所以耶稣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信福音。”所以没有人可以代替别人悔改，也没有人可以代替人信福音，必须个人亲自采取行动，亲自悔改归正，承认罪，离弃罪，然后呢，改正自己的思想，导正自己的生活，接受基督的新的价值观，这叫做悔改归正，别人不能代替我。这就是你领受了银子，你就要善于经营。所以信福音不只是头脑的思想、情感的感动，更重要是生命跟生活的行动。所以他连德在告诉我们的是后半部，认识了真理要怎么样？领受真理，行出真理，宣扬真理。认识了救恩，要领受救恩，并且以恩报恩，来恩待人，然后呢，颂赞神。这是一体的两面。哦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哦，福音里面的比喻有这样的，有这样的，这样互相补充。好，第二个我们来反省，这里五个他连德，2个他连德跟1个他连德的人不同，但是圣经上在告诉我们，是上帝分配的，我们人没办法智慧，对不对？哇，有些人音感这么好，我最近练了木香鼓，真的，我头脑记住了，结果呢？嘴巴练错了，嘴巴练对了，头脑又错了，然后这2个配起来的又打错了，很痛苦啊。可是师母呢，全部都一打就出来。然后我们那边的同学也都打出来，结果呢，全部变得乱掉了。那这怎么办呢？哦，恩赐实在差太远了，这2个差太远。来，我们要了解哦，圣经上说，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说，这一切是同一位圣灵，就是独一的圣灵所运作，他照着自己的意思，个别的分给每一个人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羡慕这个，他有这样的恩赐，我只有这样子，不需要去比较跟计较了。上帝给我们的就是量身定做的，就是最美好的感恩。所以我好喜欢诗篇16篇，他说：“上帝所赐给我的地界产业啊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”哇！用这样来欣赏自己的配偶，用这样来欣赏自己的儿女，用这样欣赏自己的恩赐，用这样来欣赏我们的教会，然后大家一起来贡献。所以每一个人所得的，不但是量身定做，而且是恰到好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5个他连德的人赚了5个，2个他连德赚2个，人不需要跟别人比，5比5，对不对？等于2比2。同样的赐福，同样的恩典，所以要注意的是，不要5个他连德的只赚4个，啊，2个他连只赚1个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尽心竭力，就是最美好。不要去比较，不要去比较。这个，所以在教会年历的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在想说：主啊，我怎么对你交账？我怎么样活出美好，荣神益人？这个好。另一方面，我们来默想，我们要以那些忠信的仆人为典范。他们是第一个典范，是他们随即用来经营。第16节，他们感受到责任，就立即行动，绝不拖延，然后就着手工作。如果按照我们教会的需要，我们看到教会有些需要，就直接去做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一个弟兄。就过来说，牧师过来，我说什么事？灯坏了，你怎么不修啊？我说啊，你会不会修？他会啊。啊，你知道灯管在哪里吗？我知道啊。啊，你怎么不修啊？
晃了1个礼拜，还要等牧师来。牧师，我说就可以做了嘛，不要等啊，对不对？教会是大家的，尽积极的精神出来做。我昨天去参加那个赵天林弟兄的那个路跑啊，哦，来了40几个牧师，每个人知道我是荣光堂的，就说：哇，好大的教会，好有钱，好什么什么，哦，你那里好棒哦。其实上帝多给谁，就向谁都要，同意吗？我们要更加的努力，更加的努力，而且立即展开我们的行动来做这些工作。你想一想，上帝是我们的父亲，他爱我们，他给我们的服侍的目的，是因为我们蒙恩而服侍，侍奉就会更蒙恩，然后越侍奉越蒙恩，所以侍奉是蒙恩。然后呢，蒙恩了以后呢，越侍奉越蒙恩，上帝又给我们恩上加恩，乐上加乐，福上加福。所以我们上帝对我们有个雄心计划，那个5个他连得的人再赚5个，对不对？上帝继续给。好，第2个方面，这个忠心的仆人有个特色，他不只是立即的去做，他也把上帝对他的信赖看作是激励。哦，上帝上帝看得起我，给我5个他连得，那个2个他连得，上帝看得起我，给我2个他连得，所以他们就有创意、实用、冒险。他不必担心老板的威胁，他能够享受工作的乐趣，而且就好像任何优秀的员工，永远把老板的利益当作自己切身的利益。耶稣基督不是刻薄的老板啊，我们做上帝的员工是无比的尊荣啊，而且我们不是上帝的苦工啊，是上帝的员工，又是上帝的儿女啊。这个，而且我们做了以后，又给我们更多，哇，这太美了。所以那个2个仆人赚了1倍，凡有的还在加给他。他们对上帝的形象非常的美好，所以不要觉得牧者或者我们的会友执事们找我们服侍哦，是找我麻烦呐，是我很痛苦了，不是，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真的是恩典。好，我们来看那个又懒又饿的仆人，我们来以他为戒。这人态度非常的消极，他没有做任何不好的事，真的没有。他也没有骂人，也没有打人，也没有什么都没有。可是他认为多做多错，少做少错，不做不错，所以他不求立功，但求无过。有没有这种人？我来教会了嘛，你要我来崇拜，我已经来了嘛，你要我奉献奉献了嘛，还要找我，那个没完没了。哦，当然了，我当牧者的要邀请人家服侍，我第一优先考虑他的生涯的周期。如果他在带孩子，在什么压力那么大的时候，我绝对不会叫他做那个整天出来探访啊。我觉得以家庭为重，一定是这样子。来，这个人消极的人，他一无所获，他什么坏事都不做，但是什么好事也不做。如果我来荣光堂，我从来不偷鸡摸狗，也不欺诈撞骗，也不邪淫邪道，我都没有做。但是呢，当一个牧者最重要的责任是成全信徒，各尽其职。你知道，我把每一个弟兄姐妹看成是小先知、小祭司、小君王。我一直整天脑海子想到的弟兄姐妹，我在想到是怎么发挥你做先知的恩赐，怎么发挥你做祭司的恩赐，怎么发挥你做君王的恩赐。如果我没有成全信徒，各尽其职，把信徒培养成小先知，去明白圣经，然后呢，活出圣经，宣讲圣经；小祭司去培养弟兄姐妹祷告，并且祝福别人，然后呢，培养基督徒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想一想，我这个牧师在这里干嘛了？不是那1000两银子的吗？如果有人想慕道，我既然不开药理课程，如果有人有婚葬，我不理睬，那这像什么话？所以这个第3个的人，他没有任何做坏事，但是他就是躺着干。
我要来荣光堂的时候，好多牧者很羡慕说：“哇，盖好了，你来这边享受了，就是等退休。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最好是不能这样子羞辱我。我们来这边一定要做什么事，不要像那个1000两银子的，那个一个他连得的。第二个，那个一个他连得的人，他不只是不做，更糟糕的是，他认为主人严厉。”认为主人刻薄，台湾给扣刑了。他说：“我知道你是刻薄的人，在没有下种的地方要收割，在没有散布的地方要聚敛。”他认为主人是个坏主人，是个刻薄严厉的人。那有人把他发这 image 复兴形象不好，就投射在牧者或者投射在上帝，那认为这个主人太严厉，只会抓住我的小辫子、我的错误来惩罚我。所以他对上帝的概念很不好，所以我们应该反省。我们的上帝，保罗说：“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”然后他说：“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谓上帝的善良。上帝是善良的，他的旨意是纯全可喜悦的。”所以，我们这个天父是慷慨的，是无比的，是恩典的。所以，服侍不是要你劳累，而是要给你蒙恩的机会，而且恩上加恩。上帝绝对不是一个刻薄的主人，是满怀慈爱跟慷慨的。所以，我们要信赖，我们要敬畏上帝，但是不要恐惧、畏惧，使他怕失败、怕犯错。怕做不好，怕吃苦，干脆都不要做。所以这个人就是这样子。求主怜悯我们。最后的结论是，我们要做一个抉择。我这一生，要么做一个忠信的仆人，要么做一个又懒又饿的仆人。我没办法，两个之间一定要2择1。所以你看，对忠信的仆人，主人委派他更大的责任。懒惰的恶仆，主人跟他断绝主仆的关系，而且把他埋藏在地里的那个一个他连得夺来，是给那个善于经营那个10个他连得的。所以最后的结论是：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牧者在教会的责任是让大家把所有他连得都出来。不要去想说，我只有一个他连得啦，别人都5个啦，为什么我这么差啦？唐从容牧师说过，他说：“你虽然会造原子弹，我只会煮鸡蛋。假如人人都造原子弹，那谁来煮鸡蛋呢？所以虽然你会造原子弹，我只会煮鸡蛋，我不会比你更笨蛋。”意思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，都神用，何况呢？1个他连得的合起来就5个他连得了，我6个合起来就胜过一个5他连得，对不对？教会要找5他连得的人太少了，但是找1他连得的比比皆是啊。但是你知道吗？3个诸葛亮一定胜过个臭皮匠，同意吗？对不对？3个臭皮匠都胜过1个诸葛亮了，那如果3个诸葛亮一定胜过臭皮匠，神给我们的，我们每个人神看我们都是诸葛亮，对不对？3个诸葛亮又合作起来，一定胜过个臭皮匠。真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彼此团队来一起服侍。所以，耶稣把撒种的比喻的那个最后的结论，凡有了还要加给他，也用在这里，一直在告诉我们，上帝的恩典能力何等的浩大，这样的能力的浩大能力要给我们。所以，保罗对于以弗所的教会的祷告说怎么样？他说：“我巴不得上帝开启你们属灵的智慧，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使你们知道他运行在我们身上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”所以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这个能力，来一起来侍奉。而且，我劝大家，我送给大家一个经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0章13节。这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读到这一节，我整个人震撼过来。来，10章13节说：“我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。
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为你们开一条出路，这样你们能够忍受得住。你们知道那个台积电啊，台积电在现在全世界很有名嘛。台积电有个外聘的董事，那个外聘的董事，他每一年来台湾开会的时候，都开自己的飞机来。啊，帮他开飞机的是他的先生，就是费洛尼奥，以前 HP 的那个总裁。他来台湾之后，人家访问他，他说：“你怎么可以一介女流，竟然可以加入惠普公司60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女的 CEO， 而且还是外聘的 CEO？” 他说：“我秉持我的信仰，就是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。他用白话说：每当我遇到越大的压力、挑战、挫败的时候，我心中就充满了感恩、喜乐跟兴奋，因为上帝为什么把这样的这么荣耀、这么困难的给我？困难的所在就是价值的所在，痛苦的所在就是荣耀的所在。所以这么大的压力，我就满怀感恩，感谢上帝给我机会，感谢老板给我机会，感谢这个大环境给我这个机会，我来。他说我就卯足全劲去解决问题，万一没办法解决问题，我就另辟新局。哇，他来台湾的时候，哇，所有人访问他的时候，他这一句话我就牢牢记在心上。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教会建堂的时候，所有教会建堂的时候都会有几个毛病。第一个是牧师被赶走，还有我的牧师没有被赶走，是去当会督，因为这建堂都要吵来吵去嘛。通常以前那一般人这样，再过来就是整个教会失去了奋斗的目标。请问5个他连得的人再得5个，然后2个他连得读2个，请问上帝是不是叫他没有事了？没有啊，那主人说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福乐，完了以后呢，然后呢，你在不多的市场中心，我就给你更多。所以荣光堂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了，上帝要给我们更多，还是要让我们荒凉，就看我们要不要每个人把一他连得都拿出来，5他连得的更要拿出来，2他连得都拿出来，大家一起来共同建造，让我们的牧者来培育信徒，成全信徒，然后各尽其职。不要说我们请传道人来做工，我们就看他做，我们就传道人是总经理，我们是董事长，我们来监督他。不是，我们请传道人来的目的是当什么？当教练，培训大家一起来做。为什么？不然的话，将来只有牧者是什么又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啊，其他人就又懒又饿，那这不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牧者是陪大家一起做，培训大家一起做，大家一起来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恩待我们，脱离我们心中的恐惧、压力、害怕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不要苦不起。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忠良、忠信、善良、忠信的仆人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在小事上忠信。主啊，让我们渴望你将来派给我们管理更大的事，进入主人的福乐。愿主你的荣美进入我们的身上。主啊，也恩待我们的牧者、我们的同工、我们的执事，能够兴起更多人一起来见证你的荣美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的一个他连得拿出来贡献。主啊，赐福我们，恩待我们，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